大家好啊！今日係5月11號，今日又嚟防蟲同埋打葉面追肥。我哋今日防蟲咧都係打主要係速殺同埋殺卵嘅氯氰吸脂啦，同埋個濕滿尿。仲有我哋嘅都係葉面追肥啊！我哋一包係對水1000斤嘅人工啊！屌某標嘅壯果囊，我哋今次就打咗我哋期打嘅。所以呢啲係全營養嚟嘅嚇，所以我哋個果掹得又比較長，比較果胚又比較靚嘅。如果係無人機，我哋依家無人機咧，一包就可以打到3畝。有準備用嘅就揸緊時間啊！依家荔枝咧膨大，好適合嘅時候，冇錯過最佳嘅時候啊！今晚應該係打到3、4點啦。就咁啊！未備好嘅就揸緊時間備好。祝大家身體健康。